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愿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属天的灵粮，能够通过主日的聚会，通过圣灵的帮助，他的话语进到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身为一个牧者，带领礼拜，每一次的礼拜，我都渴望能够在这个礼拜的敬拜当中，让我的弟兄姐妹得到属灵的力量，能够享受活泼的生命，让自己的信仰不再是一个死气沉沉的信仰。身为一个讲道者，我深深的领受到耶稣基督的教导。耶稣多么渴望能够将天父的话语讲清楚，让他身边的弟兄姐妹能够领受。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今天主日的信息能够带给云端上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一个新的祷告，在神的施恩宝座前跟神求说：神啊，让我的生命，让我的信仰能够成为一个活泼的信仰。今天的主题对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祷告。我们用一个渴慕的心跟谦卑的心来问我们自己：我们经常做礼拜，在礼拜的当中，我们到底希望能够得到什么呢？做礼拜对基督徒来讲，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第一个，在主日的敬拜当中，所有的同信主的、同为天父孩子儿女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敬拜这一个又真又活的神。做礼拜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敬拜这个创造天地、赐给我们生命的耶和华，我们的天父上帝。在敬拜的当中，我们遇到那一个我们肉眼看不见的神，但是在敬拜的当中，我们领受圣灵的帮助，我们再一次力上加力，就是领受到属天的力量，天父与我们同在。做礼拜当中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目的，就是能够通过敬拜，通过礼拜，在主日的讲坛上，能够听到神的话语。各位弟兄姐妹，愿圣灵将神的话语就浇灌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内心里面，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教导，因为耶稣基督他的渴望就是因信称义。因为相信他所讲的天父的话语，人就明白上帝的本性。因信称义至少有两个意义。第一个就是因着信耶稣基督，我们就与神和好，这是第一个非常传统的神学的信仰上的一个观念。因着耶稣基督的帮助，我们就与神和好，不再做一个流浪的浪子，而是成为神亲密关系的孩子。第二个因信称义，就是因为相信神所讲自己的话语，因信就是很清楚的知道神的话语，因着神的话语，我们就活在真道上，就成为一个尊主的义为义的基督徒。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在这个信仰与生活的祷告当中，我们恳求神，让我们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在耶稣基督的救赎当中成为新造的人，在神的话语当中抛弃了以前捆绑我们诱惑我们、干扰我们的似是而非的道理，让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就得到教导。那么今天我们的主日，我跟大家分享的有两段的经文。第一段的经文是来自于上帝所讲的话语，也是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记载在利未记的第20章24节，分别为圣。分别为圣是整个圣经里面神对人类所颁下的最重要的一个邀请跟呼召。他说：我是圣洁的神，你们是我的孩子，你们就当分别为圣。在生活上分别为圣，在吃喝玩乐上分别为圣，在你的心思意念跟你对神话语的领受分别为圣。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做礼拜就是重新放下我们俗世的生活跟俗世的主张，安静的来到神的面前，跟神说：神啊，你是至圣的神，我们归你为圣。将礼拜天分别为圣，将这一段时间分别为圣，将我们的生命的主权分别为圣。第二个，
我要用保罗记载在罗马书第10章，保罗为他的弟兄姐妹，特别是为了犹太人所带导的一件事情，在罗马书第10章的第1节到第10节当中，保罗他非常的迫切的希望他的弟兄姐妹能够明白他所遇到的耶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耶稣，因为保罗是一个饱读经书，是一个法利赛人当中的法律赛人，他是一个深受神学教导的文学士，他大有理由能够批判基督教，但是他明白他自己以前认为自以为义的义，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就不再是一个正确的。所以保罗说，我多么渴望能够通过祷告，愿我的弟兄姐妹能够得救，因为我的同胞他们对神的热心是一个错误的热心。第10章第2节，他说犹太人他们对上帝的认识是不够的，他们的热心是错误的，就好像他原来热心于来阻挡基督徒宣讲耶稣，原来他所做的这个错误的热心，竟然是拦阻了天父弥赛亚的救赎的工作。所以保罗很清楚的说，基督徒的热心并不一定是遵照神心意的。保罗在这个地方讲了这一个代祷的事件，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一种呼唤劝勉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来问我们自己，我身为一个基督徒，这么多年的跟随耶稣基督，我的热忱是不是有偏颇的地方？愿保罗的祝福跟代祷今天就临到众教会，包括我，包括在云端上的弟兄姐妹。愿从此以后我们分别为圣，我们的热忱是能够以神的义为义，不再是以自己的义为义。因为神将他的心意在骄傲自以为是的人、聪明人面前隐藏起来，反而在那个谦卑的只有用单纯的信跟神说，神啊，我需要你的小孩子。耶稣基督说，这个救恩就临到了这么谦虚的愿意领受的人。愿我们的心里面的灵不拦阻神的工作，因为主耶稣基督他也应许他说，我来不是废除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保罗将这一句话写在罗马书第10章的第4节，他说耶稣基督就是律法的终结，耶稣基督就是将神的话语讲清楚的一个真正的经学士，也就是神的弥赛亚。因为凡相信他的人，就真正的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是保罗非常重要的神学。各位弟兄姐妹，不要因为我用神学这个字就拦阻了各位弟兄姐妹对这一句话的真正的领受。不是好东西就不与好朋友分享。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身为基督徒，不是最好的生命，我们就跟神说，不是最好的我不要。主耶稣所带给我们的因信称义，不只是一种知识，不只是一种神学，但是它却是让瞎眼的人得看见。因信称义，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成为神的孩子；因着相信圣经的话语，我们就明白了上帝的本质、上帝的义，而且一生就遵行在这一个义。这一条义路当中是不偏左不偏右。愿神的话语今天进入到每一个弟兄姐妹，包括今天宣讲神话语的我，愿我们不再行在黑暗当中。因耶稣基督说，我是世界的光，凡在我里面的就不再行在黑暗当中。这就是今天的话语，圣经的话语我首先跟各位弟兄姐妹来分享保罗这个祷告。他在他的罗马书第1章第1节第2节，他谈到了我心里所渴望的，向神所求的，就是以色列人能得救。身为一个讲道者，身为一个教会带领礼拜的仆人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态度，就是为着所有来参加礼拜的弟兄姐妹祷告，也愿所有的弟兄姐妹能够在神的面前蒙恩得救，因信称义；蒙恩得救，因信称义，也能够用神的话语来唤醒所有的弟兄姐妹，不再被这个世界上所困扰，被这个世界上的似是而非的话语而困扰。因为许多人了解圣经，并不是真正的按着神的真知识。真知识这个字非常的重要，它是一个 gnostic， 就是一个认知论
这个认知论的一个源头，从希腊文开始到拉丁文，一直到西方的语言当中，这个认知 gnostic， 这个认识神，这个就是一个知识的源头。各位弟兄姐妹，若不是圣灵的帮助，没有人能够认识上帝。保罗所讲的真知识就是这种的知识。他说，若不是住在人内心里面的圣灵，就没有人能够认识上帝的事情，也没有人能够了解自己一生的事情。各位弟兄姐妹，愿圣灵怜悯保罗为我们的祷告，也愿圣灵将这一种祝福放在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来安静回想自己的生命，我的信仰是不是有带给我的生活真的蒙恩蒙福？我的信仰是否真的带给我生命蒙恩跟蒙福？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一个主日的信息当中安静下来，首先问你自己，你是不是已经尝到福音的滋味？这一个福音是否带给你一种说不出来的满足跟喜乐？这个福音是不是让你雀跃，而且以你身为基督徒为满足为骄傲？你跟神说：神啊，我不配，但是你让我在众人当中能够成为你的宝贝孩子。各位弟兄姐妹，信心如果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所以圣经里面说因信称义，其实有很多的教导不能切割。我们不能够将圣经里面我们喜欢的话语就领受，不喜欢的我们就把它摆在一边。我们必须让神完完整整的用他的话语来带领我们脱离这种黑暗的权势。耶稣基督的弟兄雅各，他就谈到了信仰跟生活的一致性，信仰跟生活必然是一致的。一个人说我信了耶稣基督，但是他的生活如果没有重生的味道，他的生活如果没有重生的气息，这个信仰是死的，是骗人的。就好像一个身体没有灵魂，那是一个如同稻草人，有一个稻草人的躯体，却没有为人人类的这种灵魂跟知识。各位弟兄姐妹，让圣灵将这一句话就放在我们的生命的祷告祭坛，让我们就跟神求说：神啊，我要信，我也要生命。主耶稣基督，我的信仰前辈保罗说：若有人在耶稣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主耶稣必用圣灵，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是圣灵。主耶稣必将这个话语就写在我的内心当中。在今天的礼拜，主耶稣基督让我完全的明白你的救恩的甘甜，让我的生命能够真正的享受健康活泼的生命。这是这个礼拜的教会为各位弟兄姐妹所分享的一个讯息。在云端上的弟兄姐妹，让神的呼唤的声音响彻天边，让每一个聆听到的弟兄姐妹都伸手来领受神所赐给我们的活泼的生命 The living life，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信仰，活生生的生命。那活泼的生命是什么呢？活泼的生命就是以前我没有机会成为神家里面的人，但是今天因着耶稣基督，我成为天父家里面的一份子。所以保罗在他的以弗所书第2章第12节，他说：前我是一个罪人，前我是一个浪子，前我是一个在外面在门外的局外人。保罗用这一个字真的是美，他说：以前我是一个局外人，就是一个陌生人的意思。局外人这一个字本来的意思就是没有关系，没有干涉，没有任何的瓜葛关联的人。意思就是我跟神一点产业跟名分都没有，但是因着基督，我不再是一个陌生人。保罗说：从此以后，我就称耶和华为我的天父。各位弟兄姐妹，保罗所讲的就是这个因信称义最重要的意思。他说：当我还没认识神之前，其实我守着律法有何用呢？我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人，我是一个如同死人一样，没有盼望，没有上帝。各位弟兄姐妹，保罗在以弗所书第2章所谈的就是没有神的人就没有盼望。各位弟兄姐妹，神真的爱我们，神将他自己的盼望就赐给我们。所以凡相信神的人，因信称义的意思就是在神的面前，我们就领受了一个新的盼望。各位弟兄姐妹，愿神公平的对待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不论是小孩子，不论是年长的长辈，让神的盼望就充满在我们的家族的里面。
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不只是一个天上的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就是来自于天上的一个祝福，是一个新天新地。在启示录里面所讲的，不再有哭泣。主所带给我们的是一个新天新地，神要赐给我们一件新的事情。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保罗真的了解说，以前我没有盼望，但是今天因着耶稣基督，我看以前那个虚假的盼望如同粪土。各位弟兄姐妹，神带给我们的是一种更美的生命。在希伯来书，上个礼拜我跟大家分享的希伯来书11章，上个礼拜我们的圣经的经文希伯来书第11章讲到的以色列历代的圣人，他说这些人是世界上不配有的人，但是他们因着信。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重新从希伯来书得到一些激励跟鼓励。因着信，我到底得着了什么呢？希伯来书邀请我们安静下来，神给这群人他所给他的，今天他也愿意给我们。各位弟兄姐妹，每一次我们从圣经得到一个盼望的讯息的时候，我们应该跟神说阿们。神啊，你所赐给历代的圣徒的，今天也赐给我。虽然我不配，只为了这个不配的人能够领受因着信得的因信称义，我能够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就公然的、公开的成为神你手上的一个荣耀的记号，让世界的人知道，这么不配的人，他也都能够成为神所爱的人，那有谁不能呢？各位弟兄姐妹，拥有一个更美的盼望、更美的应许、更美的生命，这是希伯来书谈的活出美好的一个信息。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借着上个礼拜的信息继续今天这个礼拜的祷告。我们将我们自己的生活摆在神的祭坛前，我们来到神的礼拜堂，在圣殿的里面，我们谦卑的祷告说：主啊，从礼拜1到礼拜6，还我所做，还我所说，还我所行。主啊，求你接纳我，求你用你的圣灵来光照我。如果有让你所喜悦的，愿你大大的赞美我；有让你心里面难过的，求圣灵责备我，让我能够知道什么是是，什么是不是。各位弟兄姐妹，愿神的灵带领我们的教会家庭，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真正的品尝到福音的甘甜的滋味。也在今天的礼拜，我们决志，虽然不是马上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健康活泼的人，但是只要我们愿意，因为耶稣说：求就必给你，敲门就必为你，叩门就必为你开门。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渴望能够成为一个圣洁、分别为圣、因信称义、有活泼生命的基督徒，我们今天就应该真正的真心诚意的跟神说：神啊，赐给我健康活泼的一个生命。圣经里面教导信仰与生活有2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在圣经里面谈到了信仰与生活，谈到了2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在今天的利未记，我们今天公引的这个经文。第2段的经文是在保罗的罗马书的里面，保罗的罗马书里面清楚的写了因信称义，但是2000年来有多少的教会竟然读不懂因信称义的意思，还苦苦的守着律法，就如同以色列人守律法来博得上帝的喜悦。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让人知道，其实上帝设立律法的原本的意思，并不是让他的百姓苦苦的守着安息日的律法，守着11奉献的律法，守着神的诫命这些话语，不是。这些诫命跟话语是一条路，能够引人到神的面前。神比这个律法更重要，所以耶稣转化了律法成为一个恩典。各位弟兄姐妹，因信称义就是这个意思。愿主在今天安慰我们，让我们知道，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必称为神的孩子。因着信上帝所讲的每一句话，我们就高举神的话语，将神的话语就摆在你的生命当中，让神的话语在你的生命当中居首位。也因为我们渴望神的话语跟圣灵的教导，我们就通过圣经能明白什么是美丽，什么是丑陋，什么是圣洁，什么是血气，什么是一个被情欲所扭曲的败坏，
各位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因信称义，就是因为信耶稣基督，因着耶稣基督讲给我们听的天父的话语，我们就明白我们的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父亲。我们的父亲是一个全然圣洁完全的神，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当完全如同你们的天父，因为呢，你们的天父是圣洁又完全的神。各位弟兄姐妹，今天的经文我要用这两段话来做2个祷告。第一个祷告，将自己的生命摆上，因为从以色列人，从犹太人尊耶和华为他们民族的真神的时候，犹太人就守了一个分别为圣，所以男孩子出生就会行割礼。行割礼的意义本身其实就是分别为圣，他在每一件事情上都采取了分别为圣的精神。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今天我们成为一个有信仰的人，我们如何分别为圣我们的生活。第二个，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为自己的生命祷告。主啊，求你赐给我真知识，让我能够真正的认识神你的话语，认识耶稣基督，也真的能够认识上帝你的本性、你的本质、你的性情、神性。各位弟兄姐妹，愿圣灵教导我，也教导你。愿神在今天对我们讲话。那么今天圣经上有什么样的话语对这2个重要的观念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呢？第一个，当我们谈到分别为圣的时候，圣经有许多的经文，但是他们谈到了至少2件事情。分别为圣最重要的动机跟理由，分别为圣最重要的动机跟理由，是我们圣洁的父亲希望我们成为圣洁的孩子，天父之子，光明之子。不论是旧约，不论是新约，旧约谈分别为圣，在新约谈是光明之子，这是神的本意。在俗话说，虎父无犬子，老虎不会生出一个小狗。上帝他的荣耀，所以他的孩子，他的教会必然是一个能够分别为圣的，这是一个经文里面很清楚的教导。第二个，分别为圣有一些经文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这么做，不是为自己激励功德。有些宗教它谈的是功德，个人造业，个人受，所以要积功德，能够除去业障。但是基督教了解我们的神不是这样子，基督教的神要我们成为他的记号，说我们不论走到天涯海角，我们带着神的气息，带着耶稣基督的馨香，我们还走过的地方，人就觉得说，这个人真的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因为神的灵与我们同在，耶稣基督的荣耀与我们同在，神的完全跟他的本性性情，神的圣洁，神的公义，神的怜悯，就穿在我们的身上，如同会发光的衣服一样。山上变貌的耶稣成为一个荣耀的记号，所以耶稣的门徒就渴望也能够有一个耶稣山上变貌的荣耀。各位弟兄姐妹，荣神益人是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为了荣耀神的一个使命。所以这是今天的第一个祷告，我们跟神求说，神啊，求你的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让我能够在这一个弯曲悖谬的世代，能够将生命的真道表明出来。所以让我们来读今天的另外一些经文利未记第20章是今天在主日讲到的根据的经文，第26节，这是神自己所讲的话。神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归我为圣，凡头生的，凡你家里面的出手之果。”神非常的注重的，就是将最好的那一份产业能够摆上，分别为圣，不只是他的稻谷农作，不论是他的畜养的牲畜。神所喜悦的，就是人内心的那种心献上为活祭的馨香的感恩的祭。各位弟兄姐妹，神说：“凡所属于你的，你当归我为圣。”从这个世俗的世界里面分别出来，跟万民不一样。所以上帝说：“我是圣洁的，所以我叫你们与所有这世界上的万民不一样，有所分别。”各位弟兄姐妹，注意这句话，神说我们要有所分别，意思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也是在古代的孟子，他说有所不为，然后能够有所为。唯有知道什么不应该做的人，他才能够有大的作为。
但是在圣经是用正面去讲，他说你们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就是有所区别。各位弟兄姐妹，最后上帝谈了他的心意，当你们这么做的时候，你就是我天国国度的圣洁的国民。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就是神家里面圣洁的孩子，就是今天的经文分别为圣，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古圣人孟子，他在他的课堂上，他讲了这么一个短短的一句话，他说：人能有所不为，才能够有所为。各位弟兄姐妹，这跟圣经的是一个普世的真理一样。所以神要我们跟这个世界上能够脱离情欲的败坏，能够成为一个不属于血气，拥有情感，但是是一个圣洁的情感，懂吗？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的里面，起初上帝所创造的时候，早就已经将圣灵的气息放在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成为有圣灵气息的活人。所以这个活人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做神所喜悦的事情，神所告诫的事情，我们就不去做。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第二个成为一个荣神益人的基督徒。彼得，耶稣基督的门徒，在他的书信彼得前书后书，彼得在他的前书2章12节，他这么说：你们在这个世界上，在外邦人的面前，你们的品性要端正，要以你们的好行为让这个世界看到神的荣耀。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荣神益人的根据。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被耶稣基督宝血重价所赎，耶稣用那么大的爱，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才让我们能够重新成为神流浪回家的孩子。各位弟兄姐妹，不要让耶稣基督再一次为了我们不断的错误，1次、2次、3次，一直钉十字架。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早期的教会使徒们告诉我们说：我不再因着我的糊涂一再的重蹈覆辙，让我的主耶稣基督再一次的受苦。各位弟兄姐妹，愿圣灵帮助你，也愿复活主耶稣基督他的灵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愿主让我们与过去的糊涂划清界限，让我们进到神的荣耀当中。第二个，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彼此勉励，不要妄自菲薄。我们已经是神宝血所赎回的孩子，我们是神手上看为荣耀的冠冕。我们在神的面前不要妄自菲薄，我们不要有自卑感。我们当在神的面前对这个世界做宣告说：因着耶稣基督，我已经成为神尊贵的孩子，我将在这个世界上来代表上帝自己。各位弟兄姐妹，因信称义有2个意思。第一个，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与上帝和好。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与上帝有一个新的关系，一个亲密的亲子关系。以前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若即若离，若有若无。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可有可无。各位弟兄姐妹，好可惜，当我们如果能够珍惜神跟我们的关系的时候，神的荣耀权柄都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发光。你相信吗？神的荣耀权柄跟国度都会跟我们的生命产生了一个必然的关系。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因信称义。不论是保罗，不论是马丁路德不论是很多历代的古圣贤，他们都深深的相信，唯有耶稣基督能够让我跟上帝重新合而为一。这就是今天的因信称义。让我为各位弟兄姐妹读这一段的经文，是记载在以弗所书第2章第12节。刚刚我有谈到人的基督徒的一些感慨，跟保罗的感慨。保罗感慨他的犹太人的弟兄姐妹，虽然守着律法，摩西的律法，却是跟神的恩典没有关系所以律法并不一定能救人，唯有颁示律法的这个神才能够赦免人。所以与耶稣基督无关，就是等于没有神。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将神的话语讲活了。他让犹太人知道，不是因着律法得救，而是因为恩典得救。
不是因着律法得救，而是因着耶稣基督所带来天父长阔高深的爱，人就被宽恕。不再做一个陌生人，而是做一个在家里面的孩子。各位弟兄姐妹，保罗这一句话讲得多好！我们不再做一个局外人，做一个陌生人，不再是与神没有瓜葛关系的人，而是有亲密的关系。在这个世界上，不再是一个没有指望。在这个我们的人生的旅途，信仰跟生活都一致，信仰跟生活就连接在一起。我们有了神，就有了盼望。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保罗的祝福，保罗的教导。所以保罗在讲这句话当中，他包括自己的生命的告白。他说：以前我迫害基督徒，直到有一天耶稣基督来找我，他的荣耀光照我，我才知道我的热心热诚是错误的。以前我是死在过犯当中，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我就与耶稣基督同样的重生。因着耶稣基督复活的灵，我就与耶稣基督同样过重生的生活。因为得救本乎恩。各位弟兄姐妹，不是因为我们的功德，不是因为我们的才能，而是因着耶稣基督白白的恩典。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因信称义，在神的面前谦卑说：我没有任何的功劳跟苦劳能够要求你宽恕我，但主耶稣基督因为你带我回家，所以上帝就怜悯了我这个可怜的孩子。各位弟兄姐妹，所以保罗劝勉犹太人的话语，今天也在呼召所有流浪的基督徒：愿你享受救恩的喜乐，愿你品尝福音的甘甜的滋味，而不是苦苦的守着基督教的一个诫命道德的规范。基督徒有时候误解了，必须要有高标准的伦理道德，你才能够博得神的喜悦。不错，基督徒是立志成为有品格见证的人，但是不是因为博得救恩，反而是为了容神益人。各位弟兄姐妹，愿圣灵讲给我们听。以前我们对圣经的了解可能是粗浅的，但是愿圣灵在今天的礼拜告诉我们说：我要将神真正的知识，圣经真正的知识赐给你。就好像在以赛亚书第11章就已经预告上帝要赐给人类7个灵。第一个就是上帝的灵，上帝自己；第二个就是聪明的灵，再来就是一个智慧的灵，再来就是一个策略的灵、能力的灵，再来就是知识的灵。这个知识就是神的话语被彰显开来。神的话语如果没有这个知识的灵，人就读不懂神的话语。这也是保罗在他的哥林多书里面谈到说：若不是在我里面的灵，我就读不懂神的话语。我也不了解神在我生命当中的计划，神的事情跟人的事情。各位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不要骄傲，不要故弄玄虚。现在有一些基督徒太高举自己的理智，跟高举自己的粗浅的一些学说跟想法。各位弟兄姐妹，这宛如2000年前的犹太人，他们不知道上帝的意是什么，反而在上帝的面前耍了自己的一些嘴皮。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所劝勉的就是说，不要立自己的义，要谦卑的接受神的义。愿圣灵告诉你，让你能够真的在神的面前做一个谦卑，将神的话语摆在你生命当中最高的、最重要的一个地位。多少年来，我们的教会一直谈的就是一个 sola scripture， 就是唯独圣经。是500年前我们的信仰的前辈真的用他的呕心泣血的态度告诉我们：唯独救恩，唯独神的话语是我生命的亮光，唯独神的圣经的话语是我生命的准则。我一切的思想是建立根基在圣经。但是今天已经到21世纪，有一些基督徒不大敢勇敢的肯定的谈出说，神的话语是一点一画、一笔一画都永不改变。虽然我读不懂，虽然有一些我在今世的生活当中有一些难处，但是神的话语是不能够被打折。各位弟兄姐妹，也盼望我们在神的面前宁可做一个愚蠢的人，但是神将因为我们的谦卑，将他的义就赐给你的世世代代的子孙。在神的面前，神自己讲明了他自己的话语。耶稣来到世上3年的服事当中，
有多次的进到礼拜堂，进入会堂。每一次进到会堂，耶稣基督拿起了神的经卷，就是犹太人的圣经，然后耶稣朗读之后，众人就压抑他宣讲神的话语的时候所带的权柄。各位弟兄姐妹，今天圣灵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灵，也必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主耶稣基督渴望能够将神的话语讲给你听。各位弟兄姐妹，每一个教会的牧者，他们站在讲台上失声呐喊的一个信息，岂不是就是这样子想将神的话语能够讲清楚吗？各位弟兄姐妹，愿神告诉我们，也愿神的话语在还相信的人生命当中，能够让我们得着荣耀跟权柄。所以保罗说，人如果心里相信，他就必称义；口里承认，就必蒙救恩。各位弟兄姐妹，愿耶稣基督所带给你的就是这种救恩的美好。所以因信称义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神用他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跟路上的光。神用他自己的话语跟圣灵的带领，就让我们走在神所喜悦的道路上。我们活出了神的义，就是站在神的话语上，是真道的教会、真道的家庭、真道的基督徒，站在神的义上。这个义就是上帝自己，义就是上帝自己。义在圣经里面，它最重要的意涵就是上帝的本性、本质、本性、本质。如果你读到了保罗，他说从此以后我们就能够参与在神的神圣的本性。保罗说，当一个人因着耶稣基督，就必参与有份于圣经的原文叫 koinonia， 就是跟耶稣基督连结在一起，连结在上帝的神性。他说上帝的性情，他的经文是翻译成中文是神的性情。那一个性情的本质，其实原文叫做本质。上帝的本质是良善，上帝的本质是圣洁。所以大卫说，耶和华是良善的，耶和华是信实的，耶和华是恩慈的。这就是上帝的本性。各位弟兄姐妹，在今天的礼拜，我们分别为圣，我们尊主为大，我们在神的面前，因着他的救恩怜悯，因着他的话语，我们就因信称义。愿神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用这一句经文来做我们今天礼拜的结束。愿天上上帝所赏赐一切美善的恩赐，全备的恩赐，所有美善的力量都来自于天上，所有美善的力量都来自于众光之父，这是耶稣基督的弟弟雅各。他说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所预备的。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伸出双手跟神求说，神啊，我是一个没有才华的人，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是在祷告的祭坛前，我恳求你赐给我你属天的性情，将神的本质就放在我的里面。这一个瓦器，如果有神你的荣耀在我的里面，这一个瓦器就成为别人所羡慕的瓦器。愿神与你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爱你。我们同心来祷告。复活的主耶稣，我们在你复活的圣主日，我们聚集的时候，我们再一次聆听你的话语，通过你的门徒所留给我们历代的教会这一本圣经。当我们在朗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的眼前有一个拦阻，如同一个帕子。主耶稣用你的宝血，用你的手，钉痕的手就挪开这个拦阻，让每一个我同信的弟兄姐妹，我们就能够恍然大悟的领受神的话语，就成为一个真知识，让我们能够带着一种清楚的灵，能够迈向盼望的旅途。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活出美好，让我们的信仰跟生活能够见证你，能够与你合一。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